南非进程要求咱的代表处伫10月底进程呢，就要刷离开因的首都。外交部今仔日表示，南非的态度有转变，即南非政府愿意依照双方的官方管道来协商。就学者分析讲，即南非的态度无同的，是因为台湾有反制手段。虽然南非想要摕到中国更加侪资源，不过当地有关是有真侪支持台湾的势力，会因为安尼生就来踢破面的。南非要求咱驻南非代表处伫10月底进程迁出首都普利托利亚。外交部长林佳龙指示阿非司长贺中义，日本搁一摆调见南非驻台代表，严正表达咱这边的立场。本地南非坚持无协商的空间，经过几天的交涉，因态度变冷。南非政府愿改由依循双方既有官方沟通管道，优先与我方就未来双边关系进行磋商。外交部嘛呼吁南非政府做 G20 的成员国，伫协商得到共识进程，无应该对咱的住处采取任何强制也是干扰侨民服务的动作。学者分析，因为咱这边是真有条件会当反制，譬如讲，即马差不多有5000个南非的英文老师伫台湾，若是减少聘用，甚至甲赶出去，会冲击南非的经济。加上咱方含南非冇有邦交，当地嘛是有优大的力量，袂因为北京的施压，就凊彩含咱踢破面。其实今天被迫搬到 Johannesburg， 我们真的没有伤，我们也有一些筹码，不是很多，但我觉得也足够。觉得是说，还是有一些有台的力量，声音会出来。中国持续压缩台湾的国际空间，第92届国际刑警组织大会11月7日会伫英国举行，不过台湾甲大陆还未受到邀请。目前我们还在努力当中。我想我们一向的这个原则是我们会努力到最后。另外，联合国气候大会11月11伫亚塞拜然举行，台湾同款嘛是还未受到邀请。外交部讲，若无要让台湾参加是世界的损失，呼吁各国来支持台湾，以专业、务实、有贡献的精神参加，嘛希望因应气候变迁创设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和巴黎协定这机制，无应该以任何政治因素来排除台湾的参与。记者综合报道。